冇錯啦，就係鯉魚門啦。點解會嚟鯉魚門呢？就係因為呢個地方呢，由細到大聽就聽得多啦，但係我真係一次都未嚟過嘅，甚至乎未行過入去添啊！咁同埋近期睇好多航拍片呢，入邊有個石礦場，好適合放航拍，啲風景都好靚嘅，所以我今次決定要入嚟行一行下，同埋帶大家嚟一齊睇下嘅。咁咧提及到鯉魚門呢，大家可能會諗起林林種種嘅海鮮嘅。然而，這個自成一角嘅舊社區，除咗海鮮餐廳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值得一去嘅打卡景點嘅。咁鯉魚門呢，就係維多利亞港嘅東邊，距離油塘港鐵站呢，只係需要15分鐘嘅步程嘅啫，遠離繁囂城市同埋坐擁壯麗嘅海景嘅。呢度呢係由昔日嘅石礦場風貌啦，到而家今日變成集美食啊、文化藝術活動啊、歷史建築於一身嘅社區嘅。無論你係想尋找美食、藝術靈感或者探索香港嘅舊情懷呢，鯉魚門都會為你帶來一場難忘嘅經驗嘅。好啦，講返鮮紅藍色嘅鯉魚門牌坊隔離呢，就係鯉魚門避風塘啦。係當地地標嘅海鮮美食區入口嚟嘅。咁鯉魚門曾經係礦村嚟嘅，今日已經發展成一個熱鬧嘅海鮮市集啦，開滿好多海鮮嘅餐廳同埋攤檔，係海鮮愛好者嘅天堂嚟嘅。你可以喺攤檔先挑選海鮮，然後到喜愛嘅海鮮餐廳，俾佢哋炮製美味嘅盛宴。呢度咧亦有唔少海景餐廳咧，令你可以一邊欣賞迷人嘅海景，一邊品嚐地道嘅海鮮菜餚㗎。另外，前身為鯉魚門村嘅海濱學校呢，於2008年停辦後就活化成創意館。呢座活化建築佔地485平方米，除咗致力保存鯉魚門嘅珍貴歷史同遺產之外，同時推廣本地嘅藝術文化發展。創意館呢展出一系列本地當代嘅藝術品嘅，村民收藏嘅文物呢展示鯉魚門嘅礦業同埋陶瓷嘅工業發展文化場等等啦。間唔中仲會舉辦展覽、文化活動同埋工作坊嘅講座咁噶。穿過咗海鮮美食街之後呢，就嚟到觀景台同埋鯉魚門燈塔啦。咁鯉魚門燈塔呢，就坐落於鯉魚門尾端嘅一座小石島上面嘅，已經有50年嘅歷史噶啦。為咗來往鯉魚門海峽嘅船隻咧照明同埋導航嘅，咁鯉魚門昔日咧就係外貿運輸嘅樞紐，燈塔咧就見證咗社區好多年嚟嘅發展同埋蛻變嘅。潮退期間咧，大家仲可以行去燈塔嗰邊咧，一睹夕陽嘅景色同埋晚霞噶。咁一路向前行呢，就會嚟到馬環村啦。咁馬環村上邊有好多壁畫嘅，亦都係鯉魚門嘅打卡勝地之一嚟嘅。係熱心嘅義工呢，喺海旁上邊繪畫上色彩繽紛嘅壁畫嘅，為社區呢平添點點嘅藝術色彩嘅。馬環村呢，亦都有一間歷史悠久嘅天后廟嘅，佢係建於清朝期間1753年，用嚟供奉海神天后娘娘嘅。咁村民相信呢，天后娘娘係能夠保護啲漁民遠離風暴嘅災害。呢一座3級嘅歷史建築呢，係由50至到80年代重修過2次㗎啦，經歷風霜仍然屹立不倒。咁位於海邊嘅天后廟呢，吸引到唔少本地同埋外地嘅遊客前嚟供奉嘅。廟嘅後方呢，仲佈滿咗奇形怪狀嘅大石，當中有啲呢仲刻上啲祝福語添啊！通過咗天后廟之後，最後穿過窄巷就可以到達咗石礦場啦。早喺18、19世紀起呢，鯉魚門呢一帶呢就已經擁有優質嘅花崗岩石材㗎啦，所以呢度呢就有好多嘅石塘嘅，意思即係話開採石頭嘅公司咯。喺1960年代前啊，石礦業都係鯉魚門嘅主要產業嚟嘅。不過1967年之後，因為社會動盪，政府就實施爆炸品管制，小型石礦場呢就因為咁樣就不獲政府續牌而停業嘅，令到鯉魚門呢個有100年歷史嘅石礦業呢就畫上咗句號啦。咁
咁我哋而家一齊睇下呢啲被評為3級歷史建築物嘅部分建築先啦。咁咧今日都喺呢度玩咗一個上晝啦，咁而家都已經中午啦，都肚餓啦，我哋係時候要回程噶啦。咁今日就同大家嚟到呢度啦，希望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